这叶热才拄开始，就传出有高中生去海边啊耍水，互海用假去。昨下晡呢，有3个高中生失去到这德北的新月沙埔耍水，有一个细老的高中生互海用假去，救援人员今来继续找，犹原也未找到。这叶热期间，真侪人会去溪边、海边啊耍水。这个台北市消防局也要特别提醒讲，禁止水客千万唔通去。 新地新月海埔拜三传出有3个高中生做伙去耍水，阁有一个高中生互海用假去，救援人员拜四继续找找，因为这个所在是禁止海域，不过嘛是有人无顾告示牌来耍水。今天搜救有进行岸巡的动作，那有零星的外劳或是游客在戏水，那我们看到我们会进行驱离的动作。 热乎乎的天气，热天是真侪人要去耍水。根据内政部的统计，发生渡水意外的地点，第一是溪边，第二是海边啊。这个根据内政部消防署的统计最近这5年发生这个溺水的事件总共有902个有顺利救起来342个，不幸来往生的有546个。 消防队表示，热天耍水嘛要预防渡水的意识，为着避免意外发生，消防局嘛提供50招来救命的考卷，嘛提醒民众拄到意外的时阵，先莫紧张，才是有办法来自救。这甲各位民众讲一个迄个救命的5大秘诀有一个口号做叫春抛过。 队长嘛提醒民众，台北地区上常发生意外的几个溪边，分别是三峡的大坝溪、树林区的华翔溪、甲有来的南济溪。提醒民众休困的时阵，若去溪边耍水，得爱注意天气的变化。亲像过昼的时阵会落西北雨，溪水地停满，天气若是唔好，得爱赶紧离开，唔通停卡。记者戴阿轩、柯敏哲、周君豪，新竹台北综合报道。